位於灣仔核心地帶嘅日月星街，作為連接歷史底蘊同埋當代藝術嘅特色街區，憑藉文化同埋商業嘅創新模式，成功晉身為深具辨識度嘅文化旅遊消費熱點，完美契入咗打卡經濟同埋深度遊嘅消費趨勢。日街單邊為店鋪，以餐廳、酒吧為主，係聚會飲酒傾偈嘅熱鬧地點。而月街方面，夾雜住食肆同埋生活時尚相關嘅鋪頭，滲透住對於現代品味生活嘅態度。星街就融合咗型格藝文店、主題餐廳同埋精品店，亦都有好多藝術壁畫、彩虹樓梯等等嘅打卡熱點，係成個小區嘅核心。而區內嘅會展中心，每年超過240場國際展會帶嚟嘅優質客源，為呢一度注入源源不斷嘅活力。日月星街唔只係一個旅遊消費熱點，更加係一個充滿商業潛力嘅區域。無論係開設時尚店鋪、餐飲業務，定係投身文化創意產業，日月星街都係一個值得關注嘅地點。有意發掘商機嘅朋友，不妨立即聯絡美聯工商鋪，了解更多詳情。